来继续来看，要挑起到电钱的审议会，后礼拜一要来举行。讲台电已经做好几来版本要来送交讨论，其中起上少的一个版本，平均是起5%。啊，讲昨下晡的1点40分左右，国内用电的尖峰来到3994万瓦，已经是小连续4天来创下到6月份的新高纪录。这6月下旬尔，全台湾高温已经超过35度，敢若会开线真正无够。开冷气也是电风，人才会较开活。因过电器用遮济，用电量嘛真惊人。台电宣布，敢若这几天国内用电尖峰的负债，都已经连续4天超过6月份的历史纪录。它大概是在下午的1点40分左右，尖峰用电来到3994万千瓦，负载会增加这么多的原因，我们观察主要还是这个气温升高。台电发布新闻稿表示讲，昨的用电情形头一名是半导体电子、零组件等等的产业，用电量比去年的尖峰日佫加出超过100万千瓦，学校甲服务业嘛增加差不多10万千瓦。尤其国际发电的燃料起价、高科技的产业，同款因为燃料成本增加，减少家己发电，致使对台电用电量就增加。所以讲，台电用电的负债量才会遮悬。等于它收的电卖还不够它的发电成本，那它就会减少供电。我们统计1到5月呢，它的余电跟去年同期来比，减少了大概14亿度卖给台电，然后它的这个用电量就用台电电呢增加了8亿度。台电估计，下来这几天高温的小可降低，也有这个过头的雷阵雨，就较袂遐热。过来用电尖峰的负债应该袂过破纪录。也毋过，就惊讲热天若到的时，用电量会继续增加，会阁发生去年限电的情形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